哎，姑娘，这地方可不能乱走啊！这村子啊被诅咒了。诅咒？什么诅咒啊？姑娘，听你这口音，你不是本地人吧？嗯，难怪你不知道啊。要说这个村子被诅咒的事啊，从几年前就开始了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他们只是有点牙龈出血啊，还有点那个口臭，大伙也没当回事。可是后来啊，那些被传染的人走路都摇摇晃晃的，眼神痴痴呆呆的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再后来，那些人啊，他们就出现了那个耳聋眼瞎，其中有的人，他跟发了疯似的，他自个儿就往那河里跳，可吓人了。是啊，这还有更离奇的呢。这个村子里的猫都不跳舞，走起路来它像跳舞一样，有时候还会倒地、打滚、撒泼。再后来，它就往池塘里跳。这么，我们几个村子决定派几个人出来，轮流在这里盯着，不让他们任何一个人出来，再感染了别的村子。医学专家指出，汞中毒除了会对……哎，胖胖，你没看见上面那些猫狗的都跟疯了一样？你看，这叫汞中毒，它们是中毒，而且很严重。不管是闹这关你身上，还是闹到走，不行的是上百条人命啊！去年你身上奇迹付出，那我们就是造了6、700集。少林比赛是有所为无所不能，进去看看。走，谢谢，我知道了。你不能进去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连累你们的。姑娘，你来帮我们？是来毒死我们的吗？然后一把火把我们长河村给烧了，是不是？这样10里8村就都安全了？不是的，是不是他们那几个村子拿钱雇你来的？不是的，你们这个不是诅咒，是中毒了。虽然很严重，但是还是能治愈的。请大家相信我，我是真的来帮助你们的。不是，哎，走，快点走！我真的是来帮助你们。不，别这样，他们很可怜的，我真的想帮助他们。他是谁啊？咱们别着急，万一他真是来帮咱们。青柔，听我劝，离开这儿吧。这个村子连最好的医馆都治不好，更何况你一个弱女子。你要执意进村的话，自己都可能被传染上。不行，独孤我不能走，我一定要救他们。要不你先走吧。青柔，算了，我留下来帮你。谢谢你，独孤。请大家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把大家治好的。那我讲一下治病的方法吧。首先呢，大家千万不要再饮用村里的河水了。如果口渴的话，打上来的水，先在水里面放一些木炭和划开的仙人掌，等沉淀沉淀再喝。因为我怀疑这毒就出在这水里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谁要毒死我们？对呀，亲，不是谁要害你们，而是由于水污染造成的。当务之急呢，我们就先把毒给解了吧。大家回去以后呢，首先要将麻油、鸡蛋清和豆浆搅拌在一起，头几日呢多喝一些。后面呢，再逐渐的减少。日常生活中呢，多吃胡萝卜，多喝豆浆和牛乳。有些原料呢，村里面没有，我现在就去买回来。算了，反正都是一死，无非啊早晚的事儿。独孤，怎么是你？我不想再王府待下去了。独孤，你带双儿走吧。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，我根本不喜欢你。如果你想离开王府，我会安排人给你准备好，让你衣食无忧。但是，我绝对不可能带你走。我不要，我只要跟你在一起。这是胡闹！来，一定要多吃胡萝卜，谢谢。千万不要再喝井里的水了啊！谢谢。你是天女下凡吗？姐姐可不是天女下凡，姐姐是个普通人啦。峥嵘姑娘，你看看我的牙，是不是好多了？你看我那也比以前好多了。还有咱家那老伴儿啊，那嘴他也不臭了。我代表全村的人，真的好好感谢你啊！谢谢你啊！你看当初我们对你……没关系的，你看你们现在不都好多了吗？我就放心了。再说这才几天啊，你们就都有所好转，再坚持下去，我相信一定会痊愈的。哎，你折腾啥呢呀？孩子刚睡又醒了。娘，我没有，你看他都尿了我一身。哎，你听，其实那就是生活的声音和味道。独孤，你说你又有才华又有钱，武功又高，然后还懂医术，就你这样的人还会有烦恼吗？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就是如果没有世外桃源的话，那你想象中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？我有一个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实现的梦想，喜欢一个不知道何时才会属于我的姑娘，但我会继续追求，因为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就是我想过的日子。